郭淑芬，你真会赶时候，炒鸡出锅，吃着吃吧啊！别愣着了，赶紧的找个地方坐下啊！哼，傻不拉几的。哎，赶紧尝尝，我刚才说了哈，趁热。尝尝啊！快尝尝，都给你吃，我一口没尝，啊，哎，味道怎么样？啊？好吃，好吃啊！好吃，好吃那就多吃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淑芬，我都想好了，等以后啊，我有了钱，我就开个炒鸡店。给你一张啊，白吃卡。再尝一个，味道怎么样？啊，特别好吃。哦，好，那多吃啊！哎呀，爸，吃差不多了，咱走吧。建军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厂联谊舞会，淑芬，快赶紧走，淑芬，快！爸，您慢点，慢点，不是厂联谊会，您慢点吧。哎呀，爸，爸，你去哪儿啊，爸？爸，你慢点，慢点。这次呀，我带你自行车小意思，我早学会了，快上车，要不然来不及了，舞会开始了。哎，来了，爸。哎，坐好了。走吧，范卫。扶好了，来，走。哎，爸，范伟，你要是敢把淑芬摔了，我饶不了你。放心，摔不摔的你都没戏。以后咱俩的孩子就叫程程吧，像橙子一样甜丝丝的。程程，行，听你的。程程，上课累了吧？爸爸特地给你买的雪糕，好吃不？好吃。坐好了啊，爸爸带你飞。程程，专业就选你想的，喜欢就干，别听你妈的，爸支持你。嗯。洪少柔就洪少柔吧，你喜欢就行。他要是欺负你，爸替你揍他。上来了，下个不去了。下来吧，范卫啊！来，小心点。是。小心。有点骑不动了。没事。哎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范卫啊。你怎么能叫我程永明呢？很不礼貌的，程程。爸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啊。哦，知错就改，我原谅你了。来，我给你买的雪糕，赶紧吃。谢谢爸。嗯。哎，这怎么都化了？哎，我记得刚才没化呀，我再给你买一根去啊。爸。
爸，你要干啥去啊，爸？我干什么去啊？范卫，走了。我去联谊舞会，郭淑芬，联谊舞会，郭淑芬在那等我呢。我去找郭淑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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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我是范丞丞呀，爸，你叫什么？我是范丞丞。哎呀，这么巧啊！我女儿也叫范丞丞，她很可爱的。哎呦，你跟她长得可像了呀！你们俩还一个名字，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。爸，我就是范丞丞呀！我不是你爸，我不是你爸，你只是跟我女儿重名，你这不能认错人了啊！哎呦，哎，你怎么哭了呀？爸，我求求你了，别把我们忘了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我求哭了？求你了，爸。别这样！哎，这位同志，别这样！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啊！但你是我爸爸呀，你女儿叫范丞丞，你媳妇儿叫郭淑芬，你不要忘了我们好不好，爸？我求求你了，爸，别忘了我们，别忘了我们，爸。你说的什么呀？我是丞丞啊，爸，我妈是淑芬，我妈是淑芬呀。哦，成，不哭，哎，爸在，不哭，哎呀，不哭，哎呦，爸爸在这儿，好，咱们回家啊，哎呦，成，不哭，哎呀，不哭，孩子，我想好了，你去养老院，啊，哎，怎么一眨眼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呀？啊？